人啊，这个应该和永贞一块儿的。真的。一个人先挑了再说吧。单的，单独的。穿上装嘛。啊，装要穿吗？脱吧。脱。两个变装好看。你们俩跳什么？我们两个跳个金刚舞。金刚舞。那我们两个跳金刚舞，真的。那我们睡着了可能。跳什么呀？你们俩？那是跳的很好，对。啊？在 Care 这个头上是真的啊？真的。跳。哎。一般的情况是。简单的放一个就行。金刚舞还有。金刚舞跳完18分钟。你看哪个不顺眼就放哪个。就是要么接了那人就谁别死。放那个声。叫他们叫求你了，那就给我对不起了，这个坏。他们两个在办公室。没得，没有。跟着穿便装。确定要跳吗？起跑2个小时就是跳国标舞，学得很快。好。啊，就跳这个蛮力高。会不会跳？那就不会跳。啊，不会的没有，真的吗？哎呀，晕倒了，对。他是谁呀？他是小鬼。撞墙。这个会吗？那漂亮人呢？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。小老娘跳这个真的最会就这个神奇的部落。来嘞。会跳不？太远了，专心点。快的是不是？开始了。又是哪个在直播？温真芳，小鹿帮温真解说的。抓膝错开一点，抓膝错开一点。快一点是吧？一前一后。对。之前还可以。怎么回事？一个是转过去，一个是转去。一个你们两个就走了。不行吗？那可以的吗？你们两个一起吧。我俩没有会的。我俩推。